苦路14站，第14站，耶穌被放在墳墓裏。耶穌被放進墳墓，係一個無聲嘅告別，亦都係一個悲傷嘅時刻。佢嘅身體被放喺嗰個冰冷嘅墳墓裏面，所有嘅折磨，所有嘅苦痛，似乎都隨住佢嘅靈魂離開而消失。嗰啲曾經跟隨佢嘅門徒，對呢一切無比嘅迷茫。佢哋睇住耶穌被放入墳墓裏面，心裏面深深感到絕望。喺呢一刻，佢哋嘅信心似乎動搖，未來嘅希望似乎遙不可及。每一個人心裏面都充滿咗無言嘅痛苦，好似全世界嘅光都被吞噬一樣，所有嘅夢想同埋期待都變得暗淡無光。當耶穌被安放喺墳墓嗰一刻，整個世界仿佛靜止落嚟，仿佛萬物都喺度等待奇蹟嘅降臨。嗰具從十字架上攞落嚟嘅身體，雖然已經唔再有生命，但係仍然承載住無限嘅希望，因為呢一個並唔係結局，而係一場更偉大、更深刻嘅故事嘅序幕。從人嘅角度嚟睇，墳墓象徵終結，但係喺神嘅計劃裏面，佢係復活嘅前奏。耶穌嘅死亡唔係結束，而係通向新生命嘅大門。當我哋面對人生嘅低谷、失落或者痛苦嘅時候，要記得神嘅計劃尚未完成，佢總會為我哋帶嚟希望同埋復興。瑪利亞、門徒同埋愛耶穌嘅人喺沉默中等待，經歷咗一個漫長嘅週末。呢一個提醒我哋，神嘅作為有佢嘅時間表，我哋要耐心等待，信賴佢嘅安排。好多時我哋未必會即刻睇到神嘅工作，但係佢一直喺我哋嘅生命中運行，帶嚟轉變同埋更新。耶穌嘅被埋葬，象徵佢完全降服於天父嘅旨意，直至死亡。佢提醒我哋，若果要經歷真正嘅復活同埋更新，我哋需要學習放低自己嘅驕傲、計劃同埋主權，讓神帶領我哋走佢所安排嘅道路。我哋嘅信仰唔應該只停留喺耶穌嘅受苦同埋死亡，而係要期待復活嘅喜樂。耶穌嘅被埋葬提醒我哋，喺人生嘅試煉中，我哋應該抱有希望，相信神嘅愛同埋權能最終必得勝。